再来看台东有一间卖花草的店面，因家己卖去店门口的人行道顶悬种一寡杂质的食物，兼做美化。不过最近刷起用检举讲占用人行道就要罚。公所表示，伫人行道种花会当用领奖的方式，不过爱先申请，只要花店业者补上申请书，就袂处分。台东市民航路这条150公尺长的人行道挖车路的绿带区，互经营关系民众家己认养种食物来食日头绿化。人行道也无坑杂物回间阻碍通行，逐工也来摒扫。不过最近所互人检举占用人行道爱开发，民众认为真委屈，伊家己出钱出力为市公所维护人行道也做10多年，即马煞要被罚。我就觉得很委屈，我的出发点我不是占用人行道，而是希望把它绿美化共分享。而且我基本上我自己本身都要在里面工作，来来去去，我怎么可能挡到自己的通路？台东市公所列管的人行道有几10公里长，也拢有绿带区。不过公所尽力在地有限，伫97年就推动公有路顶公园顶认养办法，其中有人行道绿美化设施拢用申请认养。不过16年拢无民众来申请，即无民众因为家己认养也无封盖沟通，市公所表示辅导民众申请。可能会再去补一个程序啊，就是说还是请他来做一个申请，然后我们再去同意他。因为他可能当初在申请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清楚。市公所强调，人行道绿带区是公家的绿地，南市用来私人营业加种菜。市公所欢迎民众来认养，会加强宣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